计下百万，欢迎第一位来宾点嘎。讲到运动走第一，上水上紧摕奖金，你就到。好，真正爱运动，第一位来宾，欢迎阮的爱家。爱对上厉害，奖金对我来，爱啦，秋雷在啦，正，来这里，小心，来。欢迎，嘿，大家好，我是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来介绍阮这队的队长是丁玲。我是丁玲，大家好。阮这组拢爱运动的，是嘿，阮即嘛吼第一个爱运动的吼，甲介绍第二位好不好？好，这位嘛是，之前无啥物爱运动，无啥物爱运动，啊你来加油啊！爱加油运动啊！爱加油运动的啦，对啊，是，咱最近常常拍伊社会，啊，不过讲这两位就厉害啊，是，嘿，因两位嘛想做到骑脚踏车的，凊彩骑就骑去太平山，对啦凊彩骑就开100多公里哎呦就介绍你家己。哦，大家好，我是别舞。好，大家好，我是宋晨曦，嗨。啊，先依啦，是来我是游船。游船啦，是来。欢迎阮这边的队长嘉玲。大家好，我是陈嘉玲，我是队长。是的。哦，嘉玲平常时是的，我伫做表演是演员，哦，是舞台剧的，对舞台剧。哦，是舞台剧，真正爱希望大家人多多甲阮支持啦，哈，是。啊，今日出来嘛是你的我出来的是阮港剧组的演员。演员，好，你介绍你去。阮的这戏吼叫《咱来分手吧》。今麦敢有表演？阮已经演120几场啊。哇！每礼拜是伫倒位？伫迄苏大路的2楼餐厅。刷入去是演员吗？对，阮拢是演员。是，唔是演员，你讲你的名。大家好，我是瑞。欢迎瑞是演员。大家好，我是林阳龙。是咧这出戏内底。对，四个人共一出戏，伊搬我后生。好，欢迎后生哦。来，后生的边啊咧。大家好，我是 Amanda。对，我嘛是这出的演员。是。好，今麦进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是的，欢迎咱的单宏伟单老师。社会讲台语，趣味更欢喜。是，大家因为拢100万嘛吼，想到的是拢是100万。恁会甲我问讲是毋是真正有100万？对啊，对啊，你有无钱伫遮？钱哦，100万哦伫遮啦。看，来，真正有影有100万。真正坑钱哦。是，啊，毋过咱的规矩就是爱拼三关啦。嘿，今仔日是初赛，初赛今日哦。若赢到复赛，佮赢到决赛，上尾就得到100万咯，爱加油哦！欢迎两边啊，甲100万拢摕倒转去啦吼。好，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全家有智慧，讲台语下100万。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阿雄，经济边。好，这个回合比想一个答案。阿雄嘛，特别拢有一个答案。嘿，啊，咱的分数哪算？哦，咱这回合吼，一个答案呐，要到就是1000块。哦上1000块济会使得到6000块，加油哦！加油哦，6000块先甲摕落来哦。是好，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办家家酒台语安怎讲？哦，是美秀这边是办公会啊，因为虽然就是安尼讲，就是公会啊，就是意思就讲咱规家伙啊的意思。嘿，啊有爸爸妈妈都叫做办公会啊。嘿，阿姊，今嘛吼，阿雄这边的答案嘛做办厝家，什么意思？今嘛就是一个厝一个家，家家酒都是无同款的家庭啦，无同款的厝内的家庭啊。啊，人我以前就是讲办
办公会啊。啊，阮即摆讲法叫做办厝家。好来，咱两队请选择。哦，紧哦。来哟，阿雄，演一遍。哦，嘿，丁玲，你选我，你是捌听过这个办公会啊吗？有呢，有，嘿，因为我细汉时时阵，我会记得拢讲办公会啊，办公会啊，我从来无听过讲办厝家，我无安尼听过。但是办公会啊，你无感觉是办公吗？啊，毋过是阮细汉都安尼讲啊，办公会啊，办公会啊，我妈妈袂记想讲是啥物啊。爸爸妈妈已经退流行啊，哦这个时代无共款啊。所以讲你的意思是讲，即马运动真流行的。对对对。来，啊，阮较少年呐。对，变有选的一定对啊。厝家。哦，你嘛是感觉。对。唔过捌听过办厝家这个。有听过办。你有听过？你看。办公会啊。敢会是南部甲北部讲的拢无共款？哦对不是，哦。还是你徛在脚踏车听的，甲徛在路边听的无共款。哦，无定着哦，不要紧，问这边哦，咱百外场的。无人相信我呢。阮妈妈拢讲你安尼敢若办公会啊，你做胜哎。嘿，啊，所以做胜它本身就是一个游戏啦。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答案是美秀的办公会啊。伊就亲像咱若是细汉呐吼，有耍这款游戏，应该是拢有听过啦。嘿，啊，主要是这个扮咯吼，是有几啊种意思，除了打扮的意思，吼，啊嘛会当讲是敢若要假做啥物货的意思，比如讲有人讲扮笑面，安尼意思是讲激一个笑面迄个型，是扮笑面，所以嘛是有无共的意思，真趣味哦。好，来，咱先请促销，促销，后一题来啊哦。来，好，来，老师，咱请这题。咱要入去庙内，爱先举倒骹还是正骹？哦，好，美秀这边是倒骹，啊，是啥嘛？因为尊敬，我家己嘛有这个例，我若入去庙的吼，喺后殿我袂去甲搭，我一定要下跪，嘿，我拢用倒骹。倒骹是。阿雄这边的答案是正骹，因为咱拢知影嘛，正边是阳的啊，吼，所以你要入去庙内底，这是一个迄个真正式的阳庙，不是阴庙，咱就拢用正骹，表示尊敬，吼，阳的爱对神明较有礼貌。不过我是倒骹较尊敬，啊，我是正骹较尊敬。哦，来两队，咱请选择。美秀，阿雄，演一遍。好，来选择的倒骹正骹哦。好，来咱这边有人相信你，你是不是嘛有这个咧？因为我会记得我细汉，我妈讲嘛要拜拜时阵，我要插香是用倒手插，是，嘛是尊敬。嘿，所以我感觉若倒手插意思，应该是倒骹行。啊，那咱这边的咧，哎呦，拢选的是正骹，相信我，是东东静静啦，是不是？静静，就应该用嘛，咱一定是用啊去面对神明啊。啊，咱台湾是正牌嘛，是倒牌嘛。哦，老师，正确的答案是。答案是美秀的倒骹。其实美秀这样讲个差不多啊啦，拢有解说啊。嘿，咱就是讲倒边，咱所谓较尊贵安尼吼。啊，若准讲所谓要入去迄个庙内底啊，咱一般会讲是即个倒边青两边，吼，对倒边入去，啊对正边出来安尼。啊，不过即个倒边正边是以庙的即个本身的角度来讲，嘿，所以是神明的角度。啊，所以安尼讲变做倒边哈，所以这个入去哈，一般是讲倒骹先入去安尼，吼啊出来是正骹先出来安尼。是。好，来上尾一题哦，来，咱先请促销。好，老师，咱请出题。请问囡仔人尻川三斗火是啥物意思？哦，形容我这边是形容囡仔，
惊寒。哎呦，老师就已经讲过三刀火啊。嘿嘿嘿以前咱细汉的时阵哦，环境较无好，肉珠啊贵，以前嘛无迄种肉珠啊，拢是布，一时啊就放尿，咱家爱摕洗真麻烦，所以讲有当时啊，迄囡仔的骹酸遐，甲迄个乌一空。只迄开骹裤啦，是开骹裤，开骹裤，吼，嘿，而且哦，恁摸囡仔哦，红个啊，迄手拢是烧的，哎呦，因真哈哩冷，所以讲我感觉是形容囡仔唔惊寒。哦，阿雄这边的答案是代表囡仔吼会互人气甲火倒起来。哦，对啊，我生两个啦，是，逐工火拢足倒的，因为我有囡仔用三刀，我有6刀火咧厝的烧。你有6刀火哦？哦，到底是美秀的形容囡仔唔惊冷，还是阿雄的形容囡仔互人气甲火倒？嘿，来2队请选择。美秀，阿雄，边一边。哎呦，好，这边我来问一下，咱运动界，你是因为安那选伊？伊是爸爸嘛？你讲伊生啥个？两个，刀会，会大，囡仔几百岁哦？就会大，囡仔真正足烦的啊！囡仔多水着呢。唔是有当时啊，伊会来吸者，甲你吸者，甲你吸者，吸到尾要创啊，伊就哭啊，哭就变成妈妈就来骂，你是家囡仔安怎？爸爸无创啥，爸爸只是问伊要创啊，妈妈就甲爸爸创啊，对吧？哦，原来是安尼，因为阮无生啦，所以讲我嘛唔知影，我来问一下妈妈。好，妈妈，妈妈，你感觉刀会啦？是啊，是啥个？对啊。其实我做想要选阿雄的，不过我感觉我是感觉这个答案啦，美秀的答案我会较有道理。嘿，我嘛常常讲囡仔，我嘛常常讲啊，囡仔骹穿三刀的衫都免惊啦，免惊伊寒，免惊伊安怎，因做原力的啦，做 energy 的。老师，健康的答案是？答案是美秀的，形容囡仔唔惊冷。如果是你，是不是？嘿，拄则迄个丁玲小姐嘛是讲了差不多啊啦吼，就是讲咱这其实嘛是细汉迄阿公阿嬷应该嘛常常会讲啊这句话互咱听啦。吼，啊较趣味的是迄个三刀火，迄个刀是啥物物件？刀。嘿。其实有时种讲法是讲，就是尻川斗的斗。骹穿刀的刀。甲讲即个，当然咱用斗也有其他的事啦。哦，车后斗、饭斗有无？喙的斗等等吼，迄物件诶，即个敢若讲较快的一个所在形容安尼。嘿啊，就是囡仔人尻川三斗火，大部分拢是咧讲伊较有血气，啊较唔惊寒安尼。但是嘛，有的人会去用伫咧讲。啊，敢若拢坐袂调，安尼啊，噗噗跳安尼，哦，嘛有人会安尼用啦。好，以上。进来看咱的分数吼，阮顶价，恭喜顶价得了3000咯。啊那爱家咧，哦，嘛有4000哦。哦，袂歹哦，第一回合命，进来去拼咱的第2回合，加油！正港佚佗人。正港佚佗啦！哎呦，看风景真轻松。哦，啊要去倒位咧？哦，咱这回合吼，就是用咱的镜头去影片了，带恁来看台湾的啦，甚至是外岛啦，甚至是外国的。外国的。为空中看风景。哦，赞哦！啊，你若知影看到，感觉迄是倒位，就紧日甲吹落去。就吹落。嘿，啊，咱分数安怎算？哦，咱一题吼是3000，一题3000，这回若是4题，就上最12000块。12000块，加油哦！哦，这一定爱加油的。是，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啊，请讲出等一个影片的，吼，伊是台湾倒一个外岛啦。哦，台湾倒一个外岛哦。对。好，2厘秒，来，咱请看。哦，我感觉吼，这应该是绿岛。确定？嘿，敢有确定？来问你啊。我问我家己，敢有确定？这吼啊，我要改变我的答案。好，这是咱台湾真正有水当当的外岛，这是倒位咧？
请讲出等一下这影片的，吼，伊是台湾倒一个外岛啦。哦，台湾岛一个外岛哦。对对对。好，两字鸟，来，咱请看。会坏掉是不是？哎，别，那是派记的发表你嘿。嘿。我感觉吼，这应该是绿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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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敢有确定？来问你啊。我问我家己，敢有确定？这吼啊，我要改变我的答案。好，这是金门。哦，金门。哎。好，老师，金门对唔对？唔对。不要紧，咱继续看下去，有机会。来。对，来，你的答案是妈祖啊，妈祖。好，来，老师，妈祖对唔对？对。嘿，来，举手。有一记得3枪咯。妈祖这个名就是对妈祖来的，就是讲迄个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林明娘，这个林明这个查某囡仔吼啊，因为因阿爸这个出海出代志吼，啊伊要救因阿爸啊嘛是迄个吼啊落尾就漂流到这个妈祖南竿这个所在来，嘿啊所以落尾就讲当地的人就算做讲要甲伊纪念安尼啦吼，这是讲是地名由来吼啊，所以若要真正写是写迄个妈祖的迄个妈才对，嘿啊，毋过落尾就是用这个汉字安尼，吼，以上。不要紧，咱即摆搁加油哦，加油加油！爱哦，吼，来，今日换人。好，来，小伟，咱今日去倒位佚佗？是，咱甩这影片吼，免请恁看完了，讲出这个所在呢是咱的国立什么大学？哦，什么大学哦？嘿，无定就是恁的校哦。哦，是。好，来，咱先请看。我大概知影是倒位啊，是，因为后壁有一栋迄个办五大楼。哦，办五伫倒位？我惊我是讲出来，因就知影到嘛。是真远的所在遐啊对啦，另外一边啦，嘿。是，啊遐毋是有一个大学？嘿啦。对无？嘿。另外一边。啊遐是毋是通看到海？有影，还会使看到日头落山咧，海映顶悬的。我拢搁讲啊这边啊哦。嘿嘿嘿。是。哎呦。瑞啦，系瑞啦。你若讲唔对，会向瑞哦。我已经提时间了。妈呢，我是刚刚我一定讲唔对。哦，别，来，讲对。够你的哦。够你呗。够你。哎呦。就刚呢。海洋大学。老师，海洋大学对唔对？唔对。对哦。嘿，我已经讲过办五大楼啊呢。迄是毋是有敢若甲一尊啥有关系吼？我是唔知，我刚知影伊迄个海或者什么湾啊呢？嘿，它是最高的，最高。咱就表明嘛，就是做高雄嘛。高雄啊，系啦，好不好？高雄讲外海，外海我通啊看到。海边啊，嘿，第一日出来应该就晓啊。无，唔系歹讲。第一日中啦。嘿啊，中。加油哦！哎，时间差不多啊，嘿。国立的中山大学。中山。国立的中山大学。中山呐。国立的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对唔对？老师。老师很为难呢。我老师较严格啦。这阮高雄的。这阮高
雄的，我袂使安尼，互你过吼。老师对袂记啦，因为高用的啦。对啦，是然后你后来健康的念法，老师念给恁听。好，来老师。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嘿，中山路啊，伊立除了合起来，国立，国立，中山大学。当然，这个音吼，对咱呐较无食讲台语的，确实是小可困难啦，因为这是华语无会调，拄啊好是台语第7调中长音吼，中山大学，迄个几啊音拢中音吼，啊，因为拄啊好华语无这种调，有时会较袂惯势啦，嘿，啊，拄啊好伊就是伫西亚湾。伊可能大家对这个海景，也是讲这个对空中翕的这个图像较无遐尼啊有印象啦吼，所以拄则一直咧讲办学大楼，可能嘛无唔知影什么是办学呀，系啊，迄就是高雄地标最明显的，就敢若袂输台北101安尼，嘿。对啊，伊伫西亚湾啊边啊，就是迄个真有名的茶山，还是讲寿山的这个国家公园吼，哎，啊是这个风景真水啊，不过就是伊是日头落海哦，落海，伊是日头落海，毋是日头落山的感觉。啊，对啦，日头落海，对对对，落海，海对海落海，拢真好啦。不过这中山大学这是一个就是高雄真主要啊，较比较历史较久的一个国立的大学安尼。足水的呢。以上。咱够有机会哦，吼，加油哦！差这2000秒，来，咱今日换人。来，阿雄的，咱今日要去倒位去倒？是刷落来吼，请讲出来，咱这个影片内底是屏东的什么国家风景区？哦，屏东哦，什么3个字哦，国家风景区哦。好，来，咱请看。哎呦！来，有准嘛？大平湾，我唔知影要安怎讲，大平湾。好，来，老师大平湾对唔对？老师你嫌就是嫌这个啦，这差点死啊！好，来，咱不要紧，继续看下去，看确定是唔是啊？吼，来继续。林先生，林先生，林长，你业绩是大吗？嘿大，你不要紧，杀去，勇敢个杀去。大，迄个弯是对的啦。大，哎，伊唔成立啦，伊唔成立，是，嘿大啥？大，虾米湾哦，虾米湾？大海。大海湾哦，是哦，哎，唔知有可能为着伊换迄个名无，我唔知啊。对啊，好来，水大海湾，老师大海湾对唔对？海湾呐，是大平湾呐，大平湾嘿，唔知有去过无？因为遐是。上台湾算做讲上大的内湾呐吼，啊有足丰富的这个红树林的生态，哦，啊，佮有这个蓝地吼，迄生物、动物、植物的迄个足多元丰富安尼，是大平湾。好，不要紧，咱佮有最后一位哦，来，咱今日换人。来，你要去佚佗哦。兄弟，咱今日要去佚佗。哦，请讲出咱刷落来这个影片哦，是咱新北市瑞丰区的3个字，什么盐？哦，瑞丰遐什么3个字？盐。好，来哦。岩石的岩。盐哦。音是盐还是盐？爱有歌哦。爱有歌。盐还是盐？盐。好，好来3个字哦，今日是我。来，咱请看。
哦，唔通激动，唔通激动，起来起来，站起来啊！嘿，啊，这是爱心，老师在给你比爱心嘛。嘿，男篮去阳，哈，哈，男去阳，男男去阳，你讲你讲的是台语吗？华语是啥？国语。什么奇言？嘿，不要紧，你念无老师听，看老师知影无？好，来，老师，男什么？男篮去阳男去阳，唔知是要验血啊，是要验啥？你一开始回答就先比爱心，还没讲话先比爱心，再讲水，再讲好水。就是他哩的男呐。啊，对。好，来，不要紧，咱有机会啊。阿免打，有，嘿，嘿，我唔什么基炎，什么奇言，嘿，伊才知影我无去过啊。伊只是不要讲，伊唔知嘿。男篮是啥哈？唔知啊。随风遐，你捌有印象无？随风遐。水风是高分啊？诶，对，下我海呀，滨海呀。什么奇言？不要紧啦，我直接陪你。好啦，好啦，我知。我阿姊，读早你有甲提示中山嘛？对，来，我没讲。他会使啊。不要紧，好再伊的华语叫做南雅奇言。南亚奇言，南亚南亚奇言，对，其实南亚奇言，搁一摆，南亚奇言，你敢有小可讲出来啊？对，继续。南亚奇言，盐，你讲那个字啊。你讲较慢，我买票讲较慢的啦，讲较慢的。南亚奇言，哦，有讲出来。是拄只即个第二个音节是确实是较无讲解好法的，共款是台语有华语无的即个雅，文雅的雅，吼，迄个雅爱讲出来，吼，迄个爱讲出来，鼻音跟喉音嘿。迄个齿根的喙形的一个，啊，有带鼻音的吼，南雅基炎，吼，南亚基嘿，啊，其实咱若看台湾有做侪所在，拢有即个两字吼，就是台南的南，文雅的雅，即个地名有无吼？若是即种地名，基本上应该拢是本来是叫做南马的即种地形啦。南马地形的即款啊，即个由来吼，就是讲对南马转做用台南的南，文雅的雅安尼来写，其实本来是南马，就是迄个所在地形的因素。嘿，所以你来看什么邦桥啊，对吼，有一寡所在拢有即个路名啦，吼，也是讲什么夜市啊名，什么款的地名，拢是迄个地形过去是南马啦。嘿，啊，当然咱即个南雅基岩，这是伫个台二线吼，啊，算是东北角即个风景区的即个上北遐啦，吼，啊，迄个地形就是咱怎看的，有足侪拢是除了部分有山坡以外，大部分其实是迄个石头安尼，吼，海水安尼侵蚀迄种的地形，嘿，这是就是所谓的基岩，就是咧讲迄个。石头已经互即个吼海水这冲击，变做安尼有足侪奇形怪状，嘿，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来，咱即摆爱看分数啊。是。先看阮顶价。有6000。哎，啊那咱爱价的。冇7000哦。哎，差1000哦，会当拼哦。好，起来，来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哦，有看到哦，嘿，8个提示哦，是加赛，纸，淡水，灯塔，小林，有新名，食饭甲静静，是，啥人有一个
问号咧，问号意思内面就是奖金。哦，有影。奖金上悬偌济？上悬1500块，上少1000块哦。因为阮的规矩就是分数较低爱先来，是所以是。你分数较低啦。顶级。顶级。你啦。来遮选这题目吼，是看迄落啊运气哦，有诶5万、1万先摕起来哦。好，来，丁玲，你要选倒一个？啊，这个人甲阮的队友讨论一下。会使，选题目会使。啊，食饭我是，你感觉食饭？食饭哦，好啊，好，食饭。好，来，咱来看，食饭的奖金有偌济？哦，1000。先把1000，咱拄啊甲因斗平啦。先赚起来。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台湾有名的小吃猪哥饭，用的是倒一种肉？好，来，你有10秒时间。简单啦。我知影。知影就吃落。好来。哦。猪吧。猪吧。嘿。好，来，咱来看猪吧对唔对？哦，可以哦，你就1000咯。这名介趣味哦，啊，其实各地的猪哥饭吼，用的猪肉的部位无一定共款哦吼，有的是用腿裤。啊，有的可能是这个后腿，吼，啊，有的人讲这猪哥的意思是迄个，就是算做就讲啊，这人做猪哥，迄个猪哥，有的人是安尼讲啦，吼，啊，有的是讲，这个猪哥可能是另外一种词，一个词的谐音，做外音来，就是猪骹裤，简称猪裤。啊，猪裤饭，讲久煞变猪哥饭嘛，有这种讲法安尼啦。介趣味，以上。换咱的团队。请我拍手啊！加油！来，我要选晶晶。好，来，咱来看晶晶的奖金有偌济？3000。哦，袂歹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晶晶体这个词是咧讲人介意中文、英文做伙讲，还是讲话分家规咧？哦，来，你有10秒时间。是中英文做伙讲，还是讲话分家规？好，来，再录音。好，来，中英文做伙讲。好，确定哦。确定。中英文做伙讲，对唔对？恭喜得了3000咯！这是进前迄个有一个叫做首都客运啦吼，首都客运的千金吼，这个叫做李晶晶这个小姐啦，伊咧上这个媒体访问的时阵，就是定定就爱这个华语英语人做伙讲，啊，怎啊落尾媒体就怎啊甲号讲，啊，伊这种讲话方式叫做晶晶体安尼啦，吼，对，就啊怎啊安尼来伫网络流行，吼，以上来换你哦，我要来选。你决定，我讲有这个决定，无这个决定选一个15000的出来。好，我选一个15000，我要选灯塔。灯塔，好，来，咱来看者，灯塔的奖金有偌济？画有就有。哦，好，来，我要出题哦。来，咱请出题。请问台湾上北边的灯塔是什么灯塔咧？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万工资源哦。会答。会使讲资源，救命！怎样？你就可能没记得啊。我知道最难的哎。啊，那就是鼻头角啊。富贵角，最老是富贵角吗？富贵角，那是北边不是吗？北边对，富贵，然后鹅銮比那个鹅銮比熊 A 对，最小 A 咖就是富贵角啊，富贵角灯塔。好，啊，富贵角啊。这题50000块，台湾上北边的灯塔是什么灯塔呢？请问台湾上北边的灯塔是什么灯塔呢？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上北边哦。伊知影，应该是知影。好，好，来。万工资源哦。会答。会使讲资源。救命！怎样？你就可能没记得啊。我知道最难的哎。啊，那就是鼻头角啊。富贵角，最老是富贵角吗？富贵角，那是北边不是吗？北边对，富贵，然后
鹅卵比那个鹅卵比上下对，最卡上一卡就是富贵角啊，富贵角灯塔。好，啊，第富贵角啊，富贵角，富贵角。好来，富贵角灯塔对唔对？来，分数加给。恭喜得了万五咯，够厉害！来，咱请老师。来，老师，这是日本时代啦，吼，日本时代算作是日本人来无偌久的时阵就起的啦，吼，1897年吼，嘿啊，本来古早本来叫富基角，富基鱼港迄个富基吼，嘿富基角，啊落尾才改做富贵角安尼，嘿啊拄好就是咱台湾上北端吼，上北边迄角。嘿，啊，迄就是富贵角灯塔安尼，嘿，啊，足水的，迄八角形的铁塔，嘿，真水的灯塔。谢谢老师，哎，你有功劳，有功劳哦。好，来换你啦哦，团长，够万三，够万三，够万三民间，万三，来，有姓名，有姓名，哎呦，好来，咱来看者，有姓名的奖金有偌济？哦，袂歹。好来，请出题。请问俗语伫咧讲，夜头三尺有神明，三尺大约是几公分呢？哦，你有10秒的时间。台语的三尺，台语的一尺是100吗？台语一尺是600吗？台语一尺是偌济咧？大家感觉？你会使问你的队员，你会使问你的队员。一尺吼，嘿，咱三尺嘛吼，一尺是60公分吗？我唔知，袂使甲你讲啊。一尺是100公分吗？一尺我感觉吼，我是有啦，嘿，不要紧，我就有100啦。吼，啊，所以三尺就是300公分啦。好来，咱来300公分对唔对？公尺无共款，我对啊，大金甲公斤嘛无共款，对啊。好，不要紧，老师知影。来，老师，一尺是30公分啦。嘿，啊，啥怎会有这个俗语啊？就是咱过去迄个，算做讲古早去庙里拜拜，若看到这个神道吼，就是咱这个神道的顶面。差不多3尺的所在，就是神上坑的所在啦。啊，所以会用这个夜头3尺有神明，其实就是咧讲庙里迄个神道顶面迄个神像。啊，当然落尾就言行做讲哦，唔通讲这个要做歹代志无人知吼。啊，夜头3尺有神明，人神明拢有看到，安尼来叫人讲莫做歹代志安尼啦。哎呦，好，感谢老师。谢谢。哦，袂歹，安尼咱嘛知迄个知识啦。是，后来换你哦，丁玲，好，够万三，够1万的哦。我要选小林，哦，咱来看者，小林的奖金有偌济？哦，金嘛袂歹哦。小林5金呢，做简单的哦，小林做简单的。后来咱请出题。请问，想要挂马仔手指，红小林有无？有人挂手指有啊？啊，你敢知影？查某人吼，应该是爱挂倒手，还是爱挂正手咧？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你捌看过吼？嘿有。我也没有。好来，你的答案是倒手还是正手？我感觉是正手。正手，快点。对，因为正是咱的主要的用，咱若无较特殊的所在，咱拢是用正柄正手的做代志，所以正手是较定定去和人见面的。哦，譬如讲阿手啦，嘿，像讲正手就嘿是，所以我感觉是爱正手，我感觉是正手，我感觉是安尼啦。是，好来，正手对唔对？
先讲迄个词叫做小人，小人这个小甲人拢文言音的讲法啦吼。啊，咱若讲小人吼，这是白话音的讲法，是咧讲较细汉的人。对，所以咱这个小人，红小人安尼啦。嘿，啊讲倒手挂呢吼，是讲所谓会当有红啦吼。啊，若正手挂呢是讲。闪已经出现的啦，安尼啦，系啊，所以拢出现的挂这边，未出现的挂这边。对，所以哎，其他咱预防哎，你落啊哦，倒手哦，倒手哦，对，一般讲话是安尼讲啦，嘿，是哦。好，不要紧，够有哦，加油，够万三，够一万啊！加油，来，我要选抓，好，来咱来看，抓的奖金有偌济？足恐怖的哦，是好来，咱请出题。请问传统风俗内底，若是春节了，拢会放伫咧桥，拢会伫咧桥面顶悬吼，放金纸，还是红纸，祈求出入平安咧。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我要救，啊，试了。好来，救来。水。哎，救，我唔知。你把想咧救，你知啊？救老师！研究球，没办法啦。举手，你们觉得？刚刚野手，感觉是金钻的野手。三个哦，是，啊，嗰是春节呢，春节拢是红色的呢。过年拢是春节，春节金钻，春节后拢会伫咧叫，啊，因都野手啊。我要相信因，相信我的朋友，我的队员。你的答案是金钻。好来，咱来看下金钻对唔对？终于得了1万咯！哇，刺激！奖金哦，差2000。哎呦！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吼，其实这应该是地方差啦，就是讲是台中海线迄边的才有这种风俗，应该其他所在较无啦。嘿，阮遮无啊。这个其实啥哪是金纸，其实就是希望安大好兄弟啊，哦，这好兄弟啊，哦，你好心好行的，互我顺利吼，啊，唔通来迄落安尼，迄种大对好兄弟啊的一个，嘿，就是请安问好啦，安尼啦，嘿。好，谢谢老师。对，好来出2题哦。来哦，差2000哦。来，编辑啊，嘿，我多一个。够130哦。130哦。嘿，我刚刚我想要选加赛。好来，咱看下加赛奖金有偌济？9000嘛是真好。对。好来，我出题哦。来，咱请出题。请问俗语伫咧讲，加赛落土冒三寸烟，是咧劝人唔通看人无，还是讲做人爱有志气咧？来，你有10秒的时间。加赛落土冒三寸烟，哦。我感觉是唔通看人无，唔通看人无，是，确定哦。是会啥物啦？做好够啦，脚丢出来拢做好够。我看你是说个哟。好来，我是感觉嘿啦，应该。唔通看人无？我是感觉唔通看人无。好来，唔通看人无，对唔对？可能怪去啊！无定着丁玲小姐这种解说嘛，会当算是一种解说啦吼。因为这种俗语的解说，事实上是看你要对什么角度解说啊。但是咱这个俗语，算做讲一般拢摕来勉励讲，唔通看轻家己，家己就算是亲像加赛安尼，加赛遮尔无面的物件，落土嘛是会称3寸烟起来哦。何况是咱人，就算讲你感觉家己有啥物这个失败，有啥物无如意吼，毋过就是看加赛的，你就知影你应该要有志气，要继续拼安尼啦。所以对啊，所以是讲，就算家己是做无如意的，做无顺的，嘛是毋通看轻家己安尼。要有志气。
好，谢谢老师。谢谢。来哟，剩最后一条。哎呦，淡水。好，来，咱来看一下淡水的奖金偌济。哎呦，万里。哦，万里塔比就3万里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阿茶是一款淡水的名产，你敢知影阿茶这个名是对什么语言来的呢？好，来60秒的时间。应该拢食过啦。嘿，是拢食过。对。西班牙、荷兰。不过是什么语言？哦，来，到底是什么语言呢？嘿，来哟，来哦，直接来。我感觉应该是荷兰话。荷兰，好，红毛城来，荷兰对唔对？伊华语写迄个汉字阿甲价吼，其实就算个有较早音去啦。伊个原本的音应该是阿价，应该是叫阿价啦吼。迄个价，迄个个下价，迄个阿价，就是对日语来的，因为这个日语的这个阿布拉阿价吼，这是原本的迄个，就是讲剪豆皮的意思啦吼。啊，就是对遐啊，然后干那出阿价安尼来讲，嘿啊，但是华语写迄汉字安尼，其实有较偏去啦，嘿。应该是用迄个发音来讲，要照日语讲的，就是阿价安尼。阿价。谢谢老师。好，来看分数哦。来看点解分数。今嘛是22000。嘿，啊，咱爱家哩。哦，毛2万哦。哦，差第2000啦。可惜啦。好，今日的支票大千金。支票大千金，大家动脑筋。哎，今晚奖金偌济？今晚有22000块啦。 22000块意思就是讲有几秒？22秒。22秒。是。不过对因来讲，敢有够？一定无够，尤其这几个。啊，咱再加30秒好无？所以加起来是52秒。 52秒哦，咱这回合有3题。有3题。是。第一个提示是奥运摕到银牌。银牌。第二个提示有蝶仔球。蝶仔球。蝶仔球。第三个提示处女。哦，处女。迄种。什么？棒球。不是安尼讲，安尼。棒球。日本话安尼讲。这队会当摕走偌济奖金嘞？ 52秒哦，咱这回合有3题。有3题。是。好，吹落去。嘿，来第一题几个字？第一题有2个字。2个字哦。好，来，咱请开始。来，第一个提示是奥运摕到银牌。银牌。第二个提示有蝶仔球。蝶仔球。蝶仔球。第三个提示处女。哦，处女。迄种。什么？棒球。不是安尼讲，安尼。棒球。日本话安尼讲。记得，第四。进卡。来听。哎呀，这金条的啦。好加载，这用加球嘿。是因为看到尾啊，你才知影讲是红不让。你拢一直讲棒球啦。好，来第二题哦。第二题嘛是3个字。好，来咱请开始。 第一个提示伊是制作的时阵，制作，用到。好，第二个提示伊是油面，什么物件油面？第三个提示土豆腐哦，制作哦，土豆腐油面。第四个伊掺盐水哦。什么？轮边搞。哎，哦，是不是轮边？进卡。哦，进卡哦。哦，加金就加金就，差7秒啦！放心啦，这差7秒我陪你。7秒你爱陪人，好来，无唔对你甲看，甲清明的时阵就知影，一定爱食轮边糕，盐水，一定是。好来，第三题，3个字。3个字哦，加油哦！好来，咱车开始。来，第一个是查某人，第二个伊是套咧头的套头。 第三个是奶酪做，第四个伊是塞裤式的哦，嘿，第四个是下半身哦，大家找人会穿的哦，下半身，3个字什么？大回，不是，过来，不是，
哎，大意，哎，我给1秒给你，给2秒给你，给3秒给你，时间到。是袂啊，哎，是啊袂，是袂啊，拢有人讲。是袂啊，哎，啊是啊袂嘛。是啊袂，你少少过，你是你下骹。我就一直咧在录啊，啊，因就一直咧转大下，唔是转大下。无奖金，咱嘛是爱来去颁奖。颁奖啦！无奖金，不过阮有金牌哦。这金牌是顶一阵啊真流行的，对啊，这人一定来咧，嘿，来，加看麦，加看麦。叫你，嘛是初赛应该过啊啦，初赛过啊，嘿，再来复赛个初赛来啊啦，吼，嘿，今日爱谢谢咱的郭老师，感谢咱陈鸿辉陈老师，哦，再见有你位，讲台语铁爸爸，欢迎大家拢欢喜，再会，谢谢，感谢阿里，感谢林正熙，感谢阿明达，谢谢，感谢丁玲姐，感谢，感谢玉川。